特朗普动真格了，5大军事信号直指伊朗，伊朗总统直接撂狠话，敢碰哈梅内伊一根手指头，就等同宣战，拼个你死我活。1月19日，局势彻底升温，美军没再藏着掖着，备战动作摆得明明白白。林肯号航母战斗群刚穿马六甲海峡进印度洋，4天后就能抵波斯湾就位。B-2战略轰炸机已落碟戈加西亚基地，专盯着伊朗地下目标和指挥中心。更狠的是，2天内竟出动118架次重型运输机，满负荷运送弹药和后勤装备。英美非必要人员从卡塔尔基地撤离，波斯湾沿线还架起爱国者萨德反导防线，以色列也跟五角大楼密集对接，全方位备战。这绝非威慑，全是实战部署。面对围堵，伊朗硬刚到底。佩泽什基安直接在社交媒体发声，怒斥美国制裁害民，更画下红线，攻击哈梅内伊就是对伊朗全民族宣战。此前特朗普叫嚣换伊朗领导人，哈梅内伊骂其罪犯，双方互怼升级，再加上美军重兵压境，中东大战真要一触即发。